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徐卡心，昨日立法院引用媒体报道，质询到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李世强，讲这个大量进口的过氯酸铵含磷量伤悬了，这是互李世强直接笑出来，讲这个过氯酸铵是强烈氧化剂，若拄到磷，马上就爆炸，哪有可能会这个过氯酸铵会含磷呢？讲这就是错误的报道。啊，外界质疑徐卡心根本就是伫关老爷的面前咧让大刀。关于中科院外购过氯酸铵书包的问题，那就是这个磷成分的过高，那抗中的飞弹射程只有勉强这个过低标而已。过氯酸铵它是一个强烈的氧化剂，如果过氯酸铵碰到磷，马上就爆炸了，怎么可能过氯酸铵里面含磷呢？所以这个报道就是一种错误讯息的报道，真的，我们不用相信它，真的。我们有没有按合约送验这个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。我们过氯酸铵它只是我们制造固态火箭的一个前驱物质，所有的过氯酸铵，不管是国产的或者是我们进口的，我们都必须要经过我的再精炼之后，才能够去用在我的固态火箭上。吹哨者拿去 SGS 做了这个检测，那呢送来的样品的检测，在钙跟磷的部分呢，它是2.2:1。那呢在这个钙跟磷的部分呢，正常来说钙跟磷，请问比例应该要是多少？我再强调一遍，如果过氯酸铵碰到磷的话，它就直接爆炸了。没有，那请问徐卡心今仔日过来背回讲，李世强无理解伊的问题，这是因鸡同鸭讲，一个讲好虾，一个讲本利，所产生的误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